那俺都在上那了，但讲是你们人家得去了解抽样日呗，对吧？俺那了解也好就抽啊，是什么？俺那了解抽个，刚才可多呢，哪把那呢？抢摩托车的抢的东西啊，啊是那些，得抢想不动啊，是什么？要嘛的。你嘛的弟兄是不是？你这绕下山代表人，你这阿拉是不是东有找到啊？逻辑上啊，这你这没让中国他们的人种两个就投诉，可能当地脑就下下来，但全部捐下下真的收到。俺个南沙的现在俺人，但全部捐下，说是所有的生意。啊啦，看不懂这，但哪说是谁了的？就这个抢了想不懂啊，条子跑到上我了，先说啊，哎呢，每年俺的阿爸的蹲就有，一点抢懂嘛，可以来什么了啊？先说啊，这说是所有那个人，先说啊，第二抢是没去懂，哎那看不到啥事，先说啊，抢全面东亚的这个，当然这。告诉我们，感动了的这的，其他汤下面的可多了呀，因为广场县的全部东亚的钱，那时候开发的，马上这个畅通的这个热水调的条件呢，就那样嘛的，这手说些啊，俺大家都是他妈太阳，俺他妈休息到两个小差的人呢，哎呢，他可是土豆牛肉当，其他听就嘛的，哎，个人咱们家头呢，咱们讲也会有的，他说那个就是根本的土地站呢，哎，人家当我说没得没土地站呢，给么给他生个的，那就这个的，炒不炒这个，对不？那么就这个吧，哎，你给么给不可多了，烧菜我晒不了下，哎，都是给么给就烧点眼烧烧了吧，哎，那烧点了可多了，俺他妈对，讲再听个有声烧的这个。说什么的下去下，实际上我那时候，哎，那说家务事呢，哪怕也个要的，我说啊，说什么休息下去呢，哎，就要开了嘛，这里的人都他妈想马天啊，说什么？哎，你办下了20多可多了，呀，你们马缺要拆，哎，你办下了有的时候呢，小马仔马上这样说了，也不认为这么这样的呢，解决嘛的，说什么？另个这个都全部在引些，马到先休这个检查不做休息呢，然后了就各个做切，再么是过做，可是呢通宵了，过了100可多了，哎那弄了，这确呢嘛，这没好的，这他过呢过了他人是在那也个的，像说天上飘的人呢，呀就了100可多了，哎那讲不结的这么休息这个时候，那看了也好嘛，就是这手术效果就下。我都是的，俺大概这是的，